係 Shadow。咁咧上次咧就分享咗少鹽少糖嘅正念飲食同埋懶人料理。咁今次咧都想繼續分享療癒身心嘅烹飪料理體驗。咁就試下嚟少鹽少糖嘅療癒料理。咁不過咧今次咧就唔止得我一個，而係好開心可以請到導師 Yosi 嚟參與啊 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我係 Shadow。係你好 Hello。Shadow， 我想問下你咧，咩係療癒料理咧？療癒料理咧就係一種滋養心靈嘅儀式感，而佢嘅核心精神咧就好似少鹽少糖一樣，帶翻我哋去到食物嘅本質，而我哋透過減少外在嘅調味啦，正念專注當下，感受食物最原形嗰種食物嗰種自然嘅香氣啦、色彩同埋口感。原來係咁，少咗過度嘅人工添加咧，大腦就更加可以專注喺煮食嘅過程啦，同埋食材嘅本身啦。咁樣做嘅話咧，其實都係一種放鬆同埋療癒嚟嘅，而且咧唔需要咧用過度加工嘅食物咧，就可以完成到一道好好味嘅餸菜咧。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有呢個成就感同埋滿足感嘅。冇錯啦，少鹽少糖咧就係良好嘅飲食習慣，同健康息息相關。身體健康啲，人都會開心啲啊！所以烹飪嘅過程咧，絕對係一種 self-caring 嚟噶。我哋今日煮咩療癒料理咧？咁既然講到療癒咧，就係需要一啲令到自己開心嘅元素，例如咧係將自己中意嘅題材融合。咁啱咧，我又有個心願咧，就係想為啲餐廳咧去提供一啲健康又有趣嘅料理嘅主題。我又中意畫畫啦，咁所以咧就畫咗一款咧呢個叫做 hot pot 嘅熱狗啦。哇，好靚喎！咦，佢個樣咧有少少似噶，係咪戰車嚟噶？係啊，我就咁睇佢嘅造型咧，其實佢有啲似一個好長嘅戰車喎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咧，現實中咧就有個類似嘅戰車咧，就有一個相似熱狗嘅名啦。熱狗咧通常都係用啲好高糖啊、高鹽嘅加工食材去到製作啊，咁所以想試翻個少鹽少糖嘅版本。明白，咁點解你會揀戰車呢個主題咧？佢係咪對你嚟講有啲特別嘅意義咧？係啊，因為喺我人生低潮嗰陣時咧，戰車就俾咗我一啲精神嘅支持啦，就好似象徵療癒自己嘅符號咁樣。即係有啲似一個心靈嘅支柱啦。係啊，咁當然啦，每個人嘅心靈支柱咧都唔同，而我接下落嚟嘅分享做法咧，就唔止係外形上療癒嘅象徵，亦都要追求味道上少鹽少糖嘅健康。所以呢一種追求少鹽少糖嘅過程咧，其實係用一個好 fresh 啦、好輕盈嘅狀態去呈現，呢一個咧都係一個療癒嘅過程嚟噶。冇錯啊，我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分享啦，啟發觀眾去揾翻屬於自己嘅療癒符號，去創作屬於自己嘅少鹽少糖嘅療癒料理。呢個方式咧真係好有趣同埋好有創意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。我哋而家咧就開始整個熱狗啦。咁首先車身嘅部分係點整嘅咧？我哋就會用翻麵包去整嘅。麵包咧就係好多人嘅主食啦。咁但係咧傳統嘅麵包好多時都會有啲高鹽高糖嘅陷阱喎。咁今次咧就揀咗呢一款咧係低鈉無糖嘅酸種麵包啊。咁咧我哋首先車身咧我哋就要切開個麵包先嘅。好啊。呢個交俾我。甜味麵包咧普遍就糖分比較高啦，所以今次咧就揀咗低鹽麵包。如果時間充裕嘅話，更加係建議選擇焗薯呢一類嘅原型食物。原型食物亦都保留咗更加多嘅食物纖維同營養，無需鹽糖加工，呈現最真實嘅甜味同香氣。少鹽少糖嘅原型食物就令到味覺敏銳，更加能夠感受到食材嘅原味。除咗麵包、餅乾、麵條等精緻澱粉食品，都可能含有唔少鈉。購買嘅時候可以留意營養標籤，如果標示低鹽，就代表每100克少於120毫克，會健康啲㗎。有時可唔可以教下觀眾咧點樣簡單咁樣睇下啲營養標籤啊？當然可以啦，睇標籤嘅時候，先揾每100克或者每份嘅鈉同糖含量，然後對比每日建議攝取量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人每日嘅攝取鈉唔超過2000毫克，游離糖唔超過50克。明白晒啦。如果觀眾覺得睇標籤好困難嘅話，咁有冇簡單啲嘅方法咧？梗係有啦，可以留意產品係咪有預先包裝食品鹽糖標籤計劃嘅標誌，例如低鹽、無鹽、低糖或者無糖，咁樣挑選健康食品就更加容易啦。亦都可以上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網站
就會揾到低鹽低糖嘅產品啦。好啦，首先咧，我哋就將個麵包切開先。咁記得喎，我哋咧要為嗰啲配菜咧預留一個空間啦。咁一陣間咧，車身入邊內餡呢度咧就可以放一啲番茄仔啊、沙律菜啊或者烚雞蛋嘅，顏色豐富之餘咧，營養亦都更加均衡啦。係啊，傳統咧麵包嘅醬料咧都有好多啲加工嘅成分喺入面噶。沙律醬、千島醬、番茄醬等常見調味，成日咧都為咗增加呢一個口感而加入大量嘅隱藏糖分，一湯匙可能已經有200毫克嘅鈉同3克嘅糖啦，超容易食過龍啦。200毫克嘅鈉同3克糖，實際上即係點樣嘅份量呢？即係1湯匙嘅醬汁已經佔據咗每日嘅糖同鹽上限嘅1成啊！如果多加幾個湯匙嘅話咧，再加上高鈉嘅主食，咁嗰一餐嘅鈉含量就直接超標噶啦。哇，咁真係太容易超標啦！可以嘅話咧，最好就係用橄欖油啊、檸檬汁去到代替呢啲醬料啦，天然又零負擔。現代人嘅飲食咧，好難完全避免加工食品，但只要控制份量，就可以輕鬆少鹽少糖啦。係啊，我哋咧就唔係需要完全禁止，而係要學識得控制同埋取代。所以今次咧，我就準備咗少少嘅忌廉芝士，相對低糖。片裝芝士同埋大多數嘅加工包裝食品咧，都可能屬於高鈉或者有添加糖。選購嘅時候咧，記得要細心檢查營養標籤啊。同樣啦，熱狗腸咧一般都好高鈉，可以選擇標示低鈉品牌嘅雞肉香腸嚟到代替。咁今日啦就改咗用自製嘅肉餅，就煎成條狀咁樣去到做取代，咁就可以完全掌握調味，確保少鹽。頭先都提及啦，成年人每日嘅鈉攝取量咧最好唔超過2000毫克。一條常見嘅熱狗腸同一片芝士咧，已經佔咗每日上限嘅1/3啦，仲未計麵包、醬料同埋全日其他嘅食物喎。所以咧呢類嘅加工食物咧真係要好小心，亦都係我哋推薦少鹽少糖嘅原因啊。另外啦，通常咧熱狗咧都會配搭洋蔥圈呢一個組合，不過咧啲炸嘢咧就唔太健康啦，所以咧會提議去做焗南瓜圈，營養之餘又有翻金黃色嘅色澤。咁樣咧，熱狗嘅車身已經完成啦，非常之好啊！咁其實咧，我哋去到呢一度咧，已經係一嚿足夠少鹽少糖嘅療癒料理啦。咁如果追求輕鬆嘅話咧，可以喺度就完成啦。如果大家想再挑戰或者將佢分開成另一餐，亦都可以繼續做炮管同炮塔，俾大家更加多少鹽少糖嘅料理靈感。為咗方便去整個形狀咧，我哋就會用飯團啦，去到捏成炮塔嘅形狀，之後咧就可以加啲黑白芝麻，去到取代豉油一啲調味。少鹽少糖咧就唔係要我哋犧牲美味，而係從食物嘅本身去挖掘美味。米飯咧選用日本米，因為佢嘅黏性比較佳，容易成形，唔需要加糖鹽就有自然嘅甜味啦。而紫菜方面，亦都選用咗低鹽或者無添加嘅紫菜。炮管咧就係用竹籤啦去吉啲蔬菜，咁蔬菜方面可以用洋蔥、紅黃甜椒、杏鮑菇等等嘅菇菌類。串好蔬菜之後咧，就可以加啲橄欖油、少量嘅岩鹽、黑椒或者係香草嚟到令到個食物更加香。其實想達至少鹽，我哋可以多啲利用，例如迷迭香、羅勒等嘅香草，或者係蒜粉、黑椒等等嘅新香料，佢哋可以提供豐富嘅香氣，滿足嗅覺，令大腦覺得哇好夠味啊！咁樣就可以漸漸訓練味蕾，唔再依靠大量嘅鹽分啦。咁雖然咧整出嚟嘅成品咧同畫出嚟有少少唔同啦，咁但係呢一個少鹽少糖嘅過程先至係最療癒嘅。冇錯啦，咁個結果其實都唔係重點嚟嘅，重點係我哋一齊享受咗呢一個製作少鹽少糖料理嘅一個過程啊。呢份味道咧亦都提醒咗我哋啦，好多加工嘅食品咧都有隱藏嘅健康陷阱喺入面喎。咁我哋今次就避開咗傳統高鈉嘅熱狗啦，但其實日常咧好多啲速食嘅快餐啊、零食咧都係有好多高鈉高糖嘅陷阱喺入面噶。冇錯啦，一包嘅即食麵咧，可能已經接近1日鈉嘅上限啦。而且甜味餅或者我哋平時食嘅蛋糕啦，都好容易因為食過量而糖分超標噶。少糖少鹽咧，唔止係療癒，亦都等我哋學識避開高糖高鹽嘅陷阱啊！不如我哋試下由早餐開始啊！我哋可以用一啲新鮮嘅水果啦，去代替甜飲，或者用一啲香草去取代高鹽嘅醬料，等健康成為日常啊嘛〜
咁就好希望咧，透過今次嘅分享，可以啟發到大家建立少鹽少糖嘅療癒習慣。冇錯啦，傳遞療癒最好嘅方式就係 share，快啲將呢個少鹽少糖嘅概念咧傳遞俾你最關心嘅人，一齊嚟感受呢份心意啦。或者你哋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，平時係點樣去避免呢啲高糖高鹽嘅陷阱咧？今日咧就好開心咧，可以同 Josie 一齊去到整嘢食啊！冇錯，多謝你教咗我咁多唔同嘅菜式技巧啦。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啦，拜拜。